懲罰過你，想想從頭到尾，誰逼你認罪拋光你？他這麼愛你，但你覺得他討厭你，因此給你那罪惡感拖掛起重機。他只想教你磨練更謙卑一個你，多反省你對人對己已反感激。我冇得救，我嘅路係咪走到盡頭？依靠毒品讓我有一剎自由，望住塊鏡見到自己越嚟越瘦。喺呢個社會我只感到越退越後，望天打卦感覺可怕，可唔可以將我軀體立刻火化？現實社會我再冇能力招架，我放棄自己，神會寬恕我嗎？人生為乜？生存好迷失，為金錢卑躬屈膝，為名利改變本質，再唔記得自己有乜原則，見一日過一日，直至我嘅末日，我繼續沉溺，漫無目的，負面嘅思想永遠腦裏充斥，係抑鬱定壓抑我唔識，呢張紙可能會係我最後嘅筆跡。誰懲罰過你？怎麼垂頭喪氣？誰逼你認錯擔起苦紅石碑？誰原諒過你？可否留銘記？從寬恕入面見真理。我哋係呢一出戲嘅主角，想演好呢個角色，需要時刻保持醒覺，擘大眼打醒12分精神，提防小人喺你背後用暗箭將你擊暈。譬如人生盡力做好本分，但可能故事結局太過逼真，而真相更殘忍係要被大眾公開評分。無奈你要成為人群中嘅最劣等，光與影呢秒鐘無法形成對等，黑與白嘅關係再次引起紛爭，灰色地帶衍生一連串質問，你會失去所有次戰爭。自由太多會令世人失去平衡，唯有全能嘅神能夠給你指引。我祈求上帝向你伸出援手，能夠帶你走出呢一個十字路口。其實你原諒了他等於救己，個個犯罪誰會無罪？誰壞到要死？而你何時要好不羈？你要贖罪陪你贖罪，何止你？誰懲罰過你？怎麼垂頭喪氣？誰逼你認錯擔起苦紅石碑？誰